为我包袱里面500块的。对吗？知道你要哪里身份证，我才知道。呢度啊，一半一半咁樣分。我買一張俾我媽。現在你一上午必須得，下午得。下午你是下午。幾多半斤你買？唔好意思啊。要多半斤，要一斤一斤。又另外加多半斤係嘛？好。好。呢個俾你啦。一陣間你幫我攞啊！你唔帶？唔帶，同埋你買嗰個呢個啦。呢度一包。呢度一包，跟住。俾多半。哦，即係攞多半斤。攞多半斤係啊。你有啊？都有，我有是吧？我这有不然。我有500块的，他不。這個都係。再想想。我上次来查，他说他们没搞过，他说过期了，要不过期了。啊？那麼快過期可能是你用掉了。哦。一般你都有了，先放。哦，500块的。哦。大家吃吃，不好意思。佢而家高位湯都唔係哪个地方都有。